各位觀眾大家好，我係邦叔 Uncle Bon， 卡加利地產經紀。上一集咧，我幫我客人咧買咗溫哥華間屋，搬咗去卡加利退休。冬天咧就翻大灣區度避寒。冇諗到出街之後咧，有7萬幾個 view 同埋300幾個留言。我之所以覺得意外咧，因為我呢個頻道咧係針對一個小眾市場嘅話題咧，都係圍繞住地產。卡加利講廣東話人咧都係得3萬幾人，咁即係話好多觀眾咧係住喺其他地方啦。不過無論你住喺邊度咧，我都要講一聲多謝你嘅支持。不過咧，要同大家講聲唔好意思啦，因為你好多留言咧，我都答唔到嘴嘅。尤其是大灣區退休嘅，我對大灣區認識咧，只限於深圳嘅大飲大食。不過如果唔係拍呢條片咧，我都估唔到咧，原來咁多加拿大香港人咧喺大灣區退休或者係避寒嘅。今次咧，我又嚟咗溫哥華啦，不過咧就唔係見退休人士啦，係見幾位咧經過救生艇計劃嚟呢度嘅香港人。其實移民一路咧，好多時咧都係荊棘滿途嘅。其實大家咧都只希望留喺加拿大安安穩穩咁搵啖飯食嘅啫。今次見嘅咧係最後一批嘅 Stream A 畢業生，仲有就啱啱儲夠咗1560個鐘嘅 Stream B。其實佢面對問題都一樣，等待 PR 遙遙無期，但係燒銀紙嘅模式咧一早就啟動咗，而且仲唔可以撳暫停掣添。其實呢個情況咧，全加拿大都有嘅，只不過溫哥華情況咧就比較嚴峻，原因係溫哥華嘅人工咧追唔上租金同房貸，睇住前輩個個做咗無間道梁朝偉3年又3年，銀行結餘咧一日低過一日，自然會諗下好唔好搬去一個燒得慢啲嘅城市。救生艇啲長大龍鳳咧，仲有2個月就落幕啦。歷史之一筆，蒼生之一輩。有人話救生艇係天梯，有人話係黑洞，有人話中伏。有人話加國政府背信棄義，政治本來就唔需要講道義嘅。本來人道立場嘅救生艇，就算最後不人道，8月31日之後呢，都只好留翻歷史去定論。心理學上面咧有專有名詞叫 Fight and Flight Response， 意思即係話咧面對壓力嗰陣時咧係選擇逃跑啊，抑或同佢死過。溫哥嘅朋友咧就開始問啦，咁我應該留喺度死守好啊，定係搬去一個燒得慢啲城市重新開始啊？呢一個係我今次嚟溫哥華嘅目的，亦係今集嘅主題。今次咧約佢見面嘅地點咧就係 River District。嗱，我身後邊呢條河咧就係 BC 省最長嘅一條河菲沙河啦。喺呢度咧，你可以睇到咧被斬落嚟嘅樹幹咧，順住河水咧運往下游加工嘅。我自己就好中意嚟呢度，睇住一排排木頭順流而下，蒼天有序，去到邊有時真係唔到自己決定嘅。我係卡加利嘅地產經紀，我賣嘅係卡加利嘅樓，但係我唔係呢個城市嘅推銷員。當溫哥華嘅朋友咧一聽見卡加利咧，就會聯想到呢個樓好平。其實燒銀紙咧未必同啲樓價有關，但肯定咧同你嘅收入有關。今次見嘅救生艇朋友咧出現咗兩難，第一類係已經有一份穩定工作，燒銀紙嘅原因係收入追唔上租金或者房貸；另一類咧就係連工都未有，佢哋都係讀緊同一本書，不過唔係睇緊同一頁。卡加利嘅樓咧的確比溫哥華平，而且冇省銷售稅。不過生活上嘅成本咧，例如汽車保險、房屋保險、暖氣費、apartment 嘅 condo fee 都比溫哥華高。所以如果你收入冇增加，就算搬嚟卡加利，都唔代表銀紙一定燒得慢嘅。如果你係第一類人士咧，唔好淨係計算卡加利嘅樓價，仲要考慮埋所有生活成本。此外，如果你喺溫哥華已經有一份相對穩定嘅工作，搬埠除咗有揾工嘅不確定性之外，仲會喪失加拿大最貴重嘅一項資產人物。喺加拿大，
人物就係錢物，去到個新地方又會重新再累積過。如果係第二類朋友呢，即係仲未揾到工，或者係3日打魚2日曬網外呢，咁基本上呢，你嘅財務報表呢已經出現咗結構性嘅赤字啦。你只不過係用緊香港帶過嚟嘅老本嘅啫。咁喺呢段時間呢，你要考慮嘅就唔係邊度可以生活，而係邊個地方啱你生存落去。因為如果唔係呢，卡加利呢只係一個延長你荷包乾難化城市嘅啫。其實無論你係救生艇，一係潛水艇，大部分新移民咧，其實都經歷過咧燒雲子嘅階段嘅。抗拒燒雲子嘅方法咧，得一個啫，就係繼續揾錢。只要你揾錢嘅速度咧快過燒錢，你先有機會留低。呢個同你有冇 PR 都冇乜關係嘅啦。遙知不是說，唯有暗香來。1997，我從香港嚟到卡加利，我將所有嘅勇氣同運氣都塞實落3日大旅行篋裏邊。移民本身就係一件反人性嘅事，明明已經好努力，但人生好似一直停留喺轉車站。有人為咗份工留低，有人為咗銀行戶口敗走。不過記住，心之所向，身之所往，未來可期。救生艇上嘅朋友，天光之前，好多人都以為自己捱唔到。